不要紧，好，咱继续，嘿，不要紧。好，184到185，拄着185， 185，好，185，拄着法國來拍台灣，中國兵幾若百名，幾若百名佇戰場拄着傷，拄着傷，攏扛來醫院醫，因為家己無醫生，為着安尼台灣的總督，劉欽差欽差，好了解。劉欽差不知受感激，派人來說謝，咁就是說謝，講多謝，講謝，來說謝，好，閣再獎金寄付，迄個敢是加一個有寄付佇醫院，獎金寄付佇醫院，嘿，好，獎金寄付佇醫院，186到192，哦，應該第二聲，186到192，該醫院得到英國人列寧醫生的幫贊，伊對教會不知親密，到伊離開Angel， 敢是伊的名？Angel 醫生煞接伊的位，煞接了解，好，是煞接伊的位，了解。這段你敢愛來讀一遍？184到185年，拄着法國來拍台灣，中國兵幾若百名佇戰場拄着傷，攏扛來醫院醫，因為家己無醫生，為着安尼台灣的總督劉欽差不知受感激，派人來說謝，閣再獎金寄付佇醫院。186到192年，該醫院得到英國人寧寧醫生的幫贊，伊對教會不辭親密，到伊離開，安吉爾醫生煞接伊的位。好啊，拄則我找到迄個關錢的，迄個關係的，迄個 lady， 伊有講伊佇的確是伊甲介無書是共生，伊講迄是 Detroit 的人。嘿，是，所以講伊關錢甲迄個，我看覓是倒位啊，就是我拄則有傳一個 link 互你連結網連。嘿，第二段伊講迄個夫人嘛是馬偕夫人，啊，毋過是毋是無關係的，只是共生爾。啊無第二段清領時期遐，清國時期，個為頭前甲頂關係。第二段1879年去，對，係講是美國 Detroit 共生的人。是美金3000塊，是嘿。OK， 所以講只是共生爾。叫嘉義，所以迄個嘉義縣其實毋是馬偕無書的迄個嘉無書的嘉。OK， 了解。伊講到即個迄當陣是清法戰爭。嘿，是。清法戰爭佇台灣遮其實有兩個戰場，一個是佇淡水外海，淡水，
个淡水算一个，要安怎讲抢探站，迄个叫做登陆站吼。是。啊，另外一个是伫个即个贵人。贵人。贵人哦，基是是是，拢是伫北部遐。嘿嘿嘿嘿，啊，法国打算要按算两个所在要登陆吼，拢无法度上山，上山就是登陆啦吼。伫个淡水遮，敢若是林甲、雾峰林甲、林条洞的，我若林啥我袂记啊吼。伊有去拍迄个战争安尼。对，所以最重要就是林甲、雾峰林甲。当然毋是因为雾峰林甲伫啊，这进前应该都有叫做建功啊啦吼，但是即个建功最重要嘛，因为台湾无因为安尼无去互拍败吼。就是伫咧清华战争是算拍赢的就对啦，所以伫雾峰林甲即个建功对因来讲是真重要。嘿，就是有雾峰林甲伫咧台中伫咧台湾徛起，是最重要的建功。哦，了解。了解。好，咱转来继续看。后一段我看觅好，伊做工几若年倒去本几若年前倒去本国，嘿，几若年前前就是刷了的意思吼。对，我想应该是嘿。伊做工几若年前倒去本国 ，Wilkinson 医生顶伊的客，敢是工课迄个课，顶伊的客。好，几若年久，伫遮侪年了解，伫遮侪年的中间，咱教会拢无家己的医生，只有啥物华医生，华医生对1875有来到帮站2-3年久，了解意思。这段你干嘛来谈一遍？伊做工几若年前倒去本国，Wilkin 医生顶伊的客几若年久，伫遮侪年的中间，咱教会拢无家己的医生，只有华医生对1875有来到帮站2-3年久。好，继续。因为在早伫台湾拢无西医，这个应该有一个空嘛，拢无西医。该牧师每日有带学生去医馆，这敢是第7条，互因有机会通捌，应该是 A 通捌淡薄药，通捌淡薄药。说使因去做传道，就会将药帮赞人，侪人对安尼来信道理。了解意思。好，这段你干嘛来谈一遍？好来，因为在早伫台湾拢无西医，该牧师每日有带学生去医馆，互因有机会通捌淡薄药。即使因去做传道，就会将药帮赞人，侪人对安尼来信道理。好，继续吼。第一句就2分钟，这段是淡薄仔长，也是讲读到遮，好到遮。你有代志，我今日甲你签着。出门。安尼咱到遮啦吼，后礼拜咱再过来继续哈。安尼你无用，咱到遮。好，多谢。咱后礼拜继续来读册，到52页。好，多谢，他就